拍手，哎，明白啊。来，花币大会公司，来这个量，花币大会公司，花币大会公司，买一箱，什么鞋？运动的，运动鞋，两领，运动衫，两领运动衫，一领，一领裤，一领什么裤？运动的裤。一领运动裤，一顶，哇，拢总哦，1500块，水哦，啊，啊，你要是要绿卡，还是开金？绿卡啊，袂歹哈，哎，一卡手指哈，手指咱两卡，啊，回收嘞，一卡回收啊，一束。啊，一条，好，再来，太快了，好，啉烧酒无？啉烧酒这个阿叔咧啉烧酒啉烧酒其实食饭共款食饭好，一碗卤肉饭，一罐海头三块豆花，两粒卤蛋，一枚土豆，一条烟肠，哎，一条烟肠，过来，你即摆路边摊嘛，买就是路边摊来去餐厅，你爱食啥物？牛排好，头家牛排一份，牛排一份。牛排好，叫一份牛排有要啉茶无？饮料什么款的？汽水，叫一杯汽水，一份牛排，一杯汽水，过来，一碗一碗汤，一碗汤，哎，袂歹来，一碗卤肉饭，汤，一碗当归，哎，一罐，一罐啤酒，过来，沙地豆花，其实我袂爱食豆花，我爱食迄个大，切一条，过来，卤蛋，三粒，一条海带有要掺盐水无？有的人爱食，有要掺葱仔无？掺一丝土豆，一枚土豆，一碗土豆嘛有人讲一条烟肠切一条有够无？来，食早起一底两饼，食一底两饼一粒馒头，一粒肉包，三条烟肠，两底菜头粿，一杯豆奶，两片小白，来今摆我去食早饭早饭你早饭有人早饭食卤肉饭无？
我做头家，你头家，我要食啥来来吼？头家，哎，我要食啥物？我要食，一块两饼，好，一块两饼吼，啊要啉啥？红茶，红茶大杯、小杯、中杯。大杯啊，大杯冰的啊，烧的。冰的，好，来，一块两饼，一杯大杯红茶啊，再来，你要坐倒位？我要坐靠 Windows。好。来，这位秘鲁，请问你要食啥物？一粒馒头，馒头要减两碗。好，甲葱仔卵。也是荷包蛋，哦，哎，哦，啊要啉啥物？汽水、红茶、冷茶、豆奶，一杯豆奶，中杯、大杯、小杯，来，小杯豆奶一杯啊，这一粒馒头减两，拢总50块，来。这位缘投的帅哥，请问你要食啥物？食卤肉，你早餐店讲头家来一碗卤肉，你给我滚！哎，来食卤，买两摆食卤肉嘛，我只不能食卤肉。啊，我别项啦，食别项较好。食啥物？啊。想办法把给你拍来，你要食啥？一粒饭圆哦，厉害哦！这个啊饭圆，饭圆爱减两碗，好，减两爱加几块？你若加10块，我若加15块，好。啊有个人加几粒卵？哦，有个人真好食，加2粒卵，好。加什么？油炸粿。好，油炸粿是啥物？油条，哎，真厉害哈，真厉害，油炸粿。好，饭圆哦，这个饭圆，这个小姐，你讲要食饭圆哦，饭圆减2哦，啊要啉啥？来，你啉啥？好，啉豆奶，冰的，还是温的，还是烧的？温的，袂歹哈。中杯、大杯、小杯。小杯哦，才小字哦，小杯袂歹哦，所以头家来一个饭圆，减两小杯的豆奶，冰的啊烧的，温的来，现在，来，你要食啥？肉包，好，你要食肉包哦，来。一粒还是2粒？2粒肉包哦，2粒肉包。我看你家是3粒。来，要配啥？一杯咖啡。咖啡有掺糖的还是无掺糖的？要掺这个牛奶无？变吼，爱掺糖，掺一杯1包糖还是2包糖？2包糖，好，安尼，今日